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2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中国人大会议今日通过香港版本的国安法，香港民众也发起抗议。另外，香港立法会审查国歌法也发生冲突。疫情指挥中心在今日宣布，实连接指引，嘉民众收集资料上过会当控28天违规者，照告执法办理。行政院临时总处公布，明年的假期有116天，过年通休7天。讲到中国全国人大闭幕会议在今下晡3点举行，上届互人关注的，也就是香港版本的国安法是正式通过，而且是授权予人大常委会制定相关的法律。中国国务院的总理李克强伫会后也召开记者会，伊表示讲，这个法案的目的是要让香港愈来愈坚固。中国13届全国人大代表会议下晡举办闭幕式，其中一项议题表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甲执行机制决定草案，也就是人讲的港版国安法。结果以2878票赞成，1票反对，6票弃权通过，过来启动具体立法工作。这是贯彻落实党的19届4中全会精神。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重大举措，符合宪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符合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港版国安法的内容包括北京会在香港设国安机构，而且依法防范阻止，还有处罚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甲活动。嘛叫外界质疑，敢是中国对香港的政策有要调整，要放弃一国两制。不过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讲，一国两制是基本的国策。中央政府始终强调，要全面准确地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全国人大刚通过的有关维护国家安全的决定，也表明要使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更唔香港，李克强搁一再强调中国对待的方针，一个中国的原则，9·2共识都要坚持，坚持反对台独。台湾呢是中国的内政，我们从来都是反对外来干涉的。针对中国硬杀港版国安法，陆委会强烈谴责中国不顾民意，这款坏败作为会去伤害到香港的民主自由，会开始人道援助行动的专案，保卫普世价值。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正在推动香港版本的国安法，不过国际批评香港嘅文界也发起抗议行动。伊认为讲国安法若准通过，会对言论加创作自由造成严重影响。另外，香港嘅立法会也正在审理国歌法，在这期间议场也发生冲突，有议员加主席台牵有臭味嘅物件。经过调查，就发现讲这就是一氧化碳物质嘅物件，警方也无排除讲会去抓人。有黑色的布条替家己发声，真有名的歌手何韵诗甲黄耀明等等香港艺文工作者，烦恼香港版的国安法通过，会失去言论甲创作的自由，因为安尼，因做伙出来表达反对。This is probably our last chance to stand up and to voice out all our concerns. That is why we are here today. 虽然香港版的国安法引起的争议不断，不过中国人大伫咧2日下晡正式通过，后手会进入立法甲审查的程序。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嘛认为讲，国安法的争议会让香港更加受到国际的关心，北京政府甲香港政府都喺注重反弹的声音。其實北京以至到特區政府係必須要正視國際嘅反彈。其實美國總統特朗普亦都係慎重考慮，亦都咧應該會係喺未來1-2個星期咧係會有相關嘅決定。絕大多數守法嘅香港市民，佢哋一向享受嘅自由同埋權利咧係唔會受到影響，因為係有基本法所保障嘅。那香港版的國安法受到大家的關心，香港的立法會繼續審議國歌法。不過會議期間，泛民主派的議員朱凱廸、陳志全及柯志峰少年耍紅瓜離開。許智峰議員，你馬上離開會議廳。議員柯志峰牽真臭的物件去主席台，講這是制度腐敗的臭味。結果議員陳凱欣所表示，因為聞到這真臭的味，所以身體無爽快，怎送病院。腐爛咗嘅係我哋嘅制度，腐爛咗
係一國兩制，腐爛咗嘅就係我哋嘅法治。經過警方嘅調查，發現這個物件有一氧化碳等等嘅物質，若是咱人大量輸掉，會產生無好嘅影響。警方嘛無排除會有逮捕嘅行動。記者綜合報道。接對着香港版本嘅國安法，美國嘅國務卿蓬佩奧喺 Twitter 頂頭也表示講，伊在國會進行報告時陣，認定香港未閣再有真權嘅自治權。根據着美國嘅法律，無需要閣予香港特殊待遇。美國總統 Trump 會當發布行政命令，暫停香港政策法，這代表香港喺中美貿易戰當中會可能封扣真重嘅關稅。美國發聲甲香港人民徛做伙，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發表聲明，已經向國會報告，認定香港無法度維持高度自治。去年10月份生效嘅《香港人權甲民主法》，要求國務卿喺年度報告當中判斷香港敢是閣享受特殊待遇。蓬佩奧認為講，最近代誌發展，任何理性嘅人攏袂認為講，今仔日香港會當佇咧中國維持高度嘅自治。這嘛代表美國對香港嘅特殊待遇可能會取消。美國全部把這些認定都取消了，好，那就會造成就是說，中國基本上就像上海、就像深圳、就像廣州一樣，香港就會變成是好像中國的一個城市。這個港資或者是說這個科技的這種牽連，可能都會使香港捲入了美中貿易戰，它就成為美中貿易戰對抗的直接受害者之一了。美國1992年通過香港政策法，把香港看作是獨立的關稅區，讓香港唔免因為貿易戰來去用扣大量的關稅。美國嘛甲香港建立雙邊貿易的關係，溫州貨幣自由匯兌，而且嘛有簽證的待遇。但是川普發布行政命令暫停香港政策法，這寡特殊的待遇就會烏有去。外國媒體預計當年2條國的經濟貿易產值受到影響。學者認為講，短期以來袂去衝擊到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因為中國會用一切手段來維持香港經濟的發展。嘛，因為中國硬殺港版國安法，美中雙方最近幾啊天嘛攏一直互相佇媒體嗆聲，川普講要制裁中國。We are here in support of the Uyghur Human Rights Policy Act, strong bipartisan legislation to address and defend the rights and dignity of the Uyghur people from China's oppression. 美中因為香港議題來對嗆，拄去年反送中拖甲港版國安法，即馬美國眾議院日前就以413票贊成、1票反對的壓倒性票數，通過2020年維吾爾人權政策法案。美國的制裁高度減緊維吾爾族人的中國官員，即馬就等川普簽字生效。美中嘛咧聯合國比拼，美國要求安理會緊急召開會議討論應用港版國安法，毋過去中國回擊講，香港算是中國的內政，無立即去討論的項目。美國民主黨總統參選人拜登嘛表示，未來當選組成政府會號召朋友來對抗中國。記者綜合報道。咱國內在今仔日又宣布增加武漢肺炎的確診病例，也已經是連續45天無本土病例出現咯。另外，疫情指揮中心在今仔公布實聯制措施指引，也因為各行各業為着要防疫，攏會收集民眾的資料。指揮中心也表示講，這寡資料上濟只會當放28天，時間若准超過，就要全部毀掉；若准是泄露出去，就會照個資法來嚴辦。國內閣傳出好消息，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宣布，2月同款無武漢肺炎確診的新增加病例，已經連續46天本土實聯確診。就佇咧國內疫情較轉好的時陣，指揮中心嘛偷偷放令民眾的防疫措施，為着要互刷落來一條順利。目前擬定實聯制措施指引，為即馬開始，各場所會當看情形，指定專人透過紙本或者是電子的方式來收集民眾的個資。要明確的告知，要收集哪些資料，收集的目的，還有誰收集，那還有要怎麼用？你不可以收集這些資料以後呢，拿去做其他目的的一個使用，那這是嚴格禁止的。指揮中心表示，每一個場所採用實聯制了後，都要指定專人辦理而且保存。這資料上濟干會當放28天，了後資料若歹除，嘛要做記錄。目前當佇咧擬定核定的方式，若是發生資料流出去的情形，要安怎處分，會回歸個資法相關的規定去處理。那即屆疫情影響到觀光業了後，嘛互業者真期待啟動防疫新生活，甲開放邊境的觀光。不過指揮官陳時中態度是真保留。我們不會有我們這邊幾個零確診，是台灣安全，並不表示境外過來是安全的嘛。有關於經貿的部分，在這裡面我們會首先來開人道的部分，還有醫療的我們的那個國際醫療的部分會來開。至於觀光裡面，我們大家知道非常非常的慎重。但是中強調講，邊境都要真嚴格來管理，開放觀光是要真慎重，都要等國內防疫新生活內化了後，相關的檢查甲檢驗更加正確，才有可能豆豆開放。記者綜合報道。
主计总处公布今年经济成长率的预测，2020年全年的 GDP 是 1.67%。主计长朱德明表示讲，主要是受到疫情影响，唔但出口无成立，搁再加上民众的消费能力受到影响。不过，振兴券若准是实行了后，会当刺激消费，今年若准备保一，应该是无问题。预测今年经济成长率是1.67%。主计总处修正全年的 GDP 预测是 1.67%，咱若经济成长率是为保2变保1。为三角贸易表现不佳，来台旅客人次减逾50%，疫情升温，国人减少外出消费及休闲旅游活动零售业及餐饮业营业额分别减少0.62%及6.51%。今年2月份，主计总处捌真乐观预测，今年的 GDP 是 2.37%，会当保2。不过第2季的预测就无遐尔乐观是大幅度修改做 1.67%。不过强调讲，全年的经济成长率一定会当保1，而且关键就是后半年成长的力头。就是没有这些措施的话，对我们的经济成长可能就是少了0.9个百分点，经济成长是大概0.77%。国际经济组织大多数是看衰今年台湾的经济，其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顶一礼拜预测台湾今年的经济会大幅度的衰退，预测 GDP 是负4%。IHS Markit、EIU 等等嘛预测台湾今年的经济是负成长。不过国内财经智库甲中央银行预测台湾的 GDP 唔但是正成长，而且还阁是1%起跳。中国呢，它现在因应这个美中的科技战，在努力的拉货，所以它的对台湾的这个相关的这个ICT 的订单的这个成长年增率是9% 以上。学者表示，全球39个经济体 ，IMF 认定是先进的经济体，不过今年第1季差不多拢是负成长，敢若有台湾伫咧第1季的 GDP 是 1.59%，若是今年拢会当依次正成长，真可能是全球表现上好的。不过目前保2的机会是无大。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6月就是毕业的季节咯，不过真侪餐饮科系的应届毕业生也烦恼讲受到疫情影响，工课歹找，已经有学生暂时放下大学4年所学的专业，另外去找其他的出路咯。劳动部在今仔日宣布讲，会投入66亿，对应届毕业生发奖励金，有14万名青年就业，加参加职业训练的机会。用淋油的方式，甲猪排煎好透，再搁放落去烘，而且来款其他的料，再搁来淋巴萨米烤醋，就完成法国式的料理。参观系大学4年的学生林冠虎，顶学期去法国实习，毋过拄到武汉肺炎大流行，不得已转来提早回来台湾。原本这个时间我已经在法国的餐厅工作了，这时候我却要因为这个关系要回来台湾。这个疫情，我想可能半年或者更久才可能会结束，那这些全部都乱掉。林冠虎无想要放弃，安省等待疫情转好了后，即个重新回去法国追求伊的梦想。毋过伊的同学已经有人决定要先甲本科系全中放下，6月毕业了后，先找其他的工课。这一次疫情的影响的话，是真的影响蛮大的，就是整个业绩可能都掉1半以上。最主要的话，我现在也有在找另外通路，就是网络行销服务这一块。可能毕业后应该是不会接触餐饮业啦，可能会想要去从事业务类的这样子。为了协助应届毕业生加入职场，劳动部宣告推出6大措施，就讲提供线顶甲实体就业博览会，总共有24万的名额，还有就业奖励。今年年底进前，毕业生稳定做工课3个月，就补助2万块，6个月补助3万块。为着要补欠工的部分，嘛鼓励青少年投入去特定的制造业、照顾服务业、营造业等等的工课，每一个人相关奖励108000块。艰困的特定的制造业、照顾服务业，以及现在目前比较缺工的营造业，如果呢他们青年愿意投入这些行业的话，我们予以就业奖励哦。疫情伫咧全世界引起失业潮，国际劳工组织监测，全球已经有超过1/6，24岁以下的青少年因为疫情转来停止做工课，显示青少年失业危机，要等待各国政府采取更加积极的协助。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针对明年2021年公布政府机关的办公日，一年会当放116天，过年时也阁有7天的年假，3天以上的连续假期有8个。不过，真侪民众也表示讲，受到疫情的影响，应该是袂出国去。
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公布明年政府行政机关办公日，总放假日有116天，连续3天以上的连续假期有8个。有上班族听了表示，受到疫情影响，应该被安排国外旅游。年假假期大部分就是安排那个嘛，国内旅游嘛。然后，因为现在疫情也比较缓和啦，主要还是调整基本薪资比较重要啦，就是我们放假领的钱也比较多，这样比较好。行政院人事行政处这摆也个特别请教教育部，配合学生寒假放到2月初10。农历春节连假为落暝前一天，也都是2月初10开始休，一直到16。另外，中秋连假也有4天的假期，9月20日上班日调整到9月11补班上课。最主要是我们考量各级学校的那个寒假的起讫日是从1月21号到2月10号，所以我们参考了教育部的意见，那在2月20日的星期六来补行上班。2021年元旦假期都有3天连假，上班族会当好好的休困充电，再去上班。拢总有116天的假期适用伫政府行政机关甲国营民间企业。民间企业是以劳动基准法相关事项，以劳动部的规定办理。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高雄在今透早又搁落大雨，造成公山燕巢大寮部分的车路积水，在公山鱼仔市场边的车路也变甲袂输溪流同款。伫大寮的内坑欢喜镇社区是连续2天透早拢淹水，在今仔日透早又搁淹到2尺悬，希望政府就要赶紧来出手改善。天也未光，公山鱼市场就因为大雨开始积水。天光了后，边的嘉兴东路一行变成岔路的河流。市场的门口夸张。钓鱼的水沟啊满出来，下水道的水也满出来路面，全拢流向鱼市场。一透早鱼贩啊，甲人客入袂来，根本就无法度做生意。这边都是因为这边比较低洼啦，这边低洼的部分原因啦。所以说这条路的话，可能看我们相关单位可以把它整理一下，看能不能垫高一些。那鱼市场附近的大林北路、嘉兴东路、向松路，一透早也有物流司机翕到严重积水，汽机车勉强通行的画面。燕巢金陵里也一度积水，差1点啊，搬过规个路面。好在在雨到7点外落来，水也慢慢提起。另外，伫大寮内坑里3点钟也落将近90毫米。欢喜镇社区前的道路早起7点就开始积水，上班民众一开始也会当撩水出门，不过后来水深大概60公分，居民自行伫马路救防手线也冒着雨对沙包加水当门。大家拢冒沙包来炖的，然后内面嘛爱入去炖的，安尼较袂淹入去。早上我们看那一个水利局的一个水位标位大概是在60公分了。对。然后淹到几点？淹到大概8、9点对了。居民强调，当地20年拄大雨就淹，这摆方面已经害因连2天早起淹水，希望政府提出改善作为。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咱来关心中部地区大水雨伫云林斗六甲虎尾，也有传出淹水灾情。伫咧斗六，就一大人家厝因为地势较低，对亲家就一直淹水淹到天光，厝主是连想都唔敢困。另外，伫咧虎尾缺头里，也因为地势较入不去，车路也变甲规条溪啊同款，也赶紧封闭车路，禁止通行。规暗上大雨，互云林斗六这间主体淹大水，因为地势较低，拄厝外一路行来厝内，淹水的深度拢上无20-30公分，厝主规暗拢唔敢困，赶紧甲家具贴好关。从早上5点，这场很大的雨开始淹进来，这样。因为我有沙包，所以我有堆沙包，可是还是没有人。厝主表示，因为老厝目前当地重新装潢，所以有茶甲装潢利用的家私，即马全部拢浸伫水内底。另外，伫咧虎尾镇228和平公园头前嘛，因敢若像一条溪。里办公室紧急甲车路封起来。当地里长表示，因为地势甲排水系统有问题，变啊落大雨就淹水。这个平日落雨就较大哩，就积水这个真严重。因为这个算排水系统无好，这片土地无重位啦，无重位这地势较低，地势较低这排水沟佮弯来弯去咋。好大雨嘛，互台中当时山区出现石头落来状况。2月要中昼时阵，一粒超100吨的大石头伫山顶放落来，那个树仔底甲倒去，佮甲路面弄一坑真大坑，落尾冲过河南，连落去山脚。好佳在无造成人员受伤。个苗栗泰安山区嘛出现石头落来状况。
他们经常一下雨就落石了啦。哦，之前这边也拿了不少的那个人命啊。警方表示，苗62线10公里的所在，伫咧日前下晡2点外，有真侪粒大大细细的石头，拄朝2公尺悬的沙壁放落来路边，直接撼到一台路边的小瓦车。好在迄当阵车顶无人，水土保持着2倍下晡嘛，甲39条溪立做土石流的黄色警戒，而且拢集中伫咧台中市甲南投县的山区，提醒民众爱特别注意。记者综合报道。世界性的连锁饭店文华东方酒店，因为疫情关系，在3月中捌宣布讲，全世界员工拢减薪水，无着食饭无薪假。不过，台北的文华东方5月27暗时，却宣布讲，对6月初1开始暂停订房服务，也要裁员212人。也因为这款人数已经达到大量解雇的条件，台北市劳动局也表示讲，目前正在劳资协商。台北东方文化无预警的裁员引起社会关心，经营管理该站面对媒体的时阵，拢无愿意加讲啥，而且阁下封口令。毋过向发这个裁员通知，互真侪员工拢错一条。一个真资深的员工也是挡袂牢，甲媒体投诉。日前拜3这天，向接到通知，6月初7是伊上尾一天上班。做到什么时候？基本上好像是6月7号吧。您什么时候接获通知？因为我们媒体接获通知是昨天呢？其他员工不变，都没有任何的异动。我们其实基本上大部分是真的住房。文华东方强调，公司甲客房部拆掉，毋过酒店旗下部分餐饮、会议还有婚宴服务，含烹疗中心也是照常营业。文华东方员工总计有863个，饭店部门超有500多个。其实等于也已经通报租欠39个人，佮加上6月初7裁员212个人，第一波总计裁员251个人，已经达到大量解雇劳工保护法规定的标准。台北市劳动局表示，劳资当在协商当中，强调讲租欠条件爱符合法定定数。我们也希望它其实是可以符合这个60天的这个通报的程序啊，哈。他还是坚持是这样的话，我们当然一定开罚，因为他就是违反了那个60天通报的程序。文华东方酒店这个品牌在香港起家已经超过50档，主要推销高级奢华的服务，会使讲是全世界高级饭店的代名词。真侪国际大名气，像讲威尔史密斯、汤姆克鲁斯、马丹娜拢捌来接待。主要的人客锁定伫咧国际高级的商务客。中国旅客来台湾的人数减少了后，业绩是减真济，而且佫捌传出讲要转卖，要找高级买的人来接手。伫咧疫情发生了后，业绩是佫较凄惨。3月中就传出减薪水无薪假了后，落尾也是选择裁员。在交通部、观光局的方面，我们都有纾困的方案，可是文华东方他们并没有来申请，也许他们有他们经营策略上的考量。交通部长林佳龙表示，文华东方大裁员已经涉及大量解雇，劳动部嘛介入协商，而且强调市场会有退场机制，嘛尊重业者裁员的决定。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看水分明，接下来咱来看拉丁美洲的疫情，秘鲁加智利的确诊人数是大大增加，因为医疗体系恐惊会崩盘。另外，巴西确诊人数也已经超过41万人，因也预测讲，若准这个感染人数一再拖，若准是拖到8月，恐怕是今麦的5倍。医护人员紧急甲为着新冠病毒的病人送到临时起的野外病院。拉丁美洲的疫情继续拖，秘鲁、智利的确诊病人过去几天，逐天增加3000到4000人，互医疗体系甲物资用未无法度支持。Hasta el momento nosotros nos encontramos en una realidad colapsado. No tenemos cama en UCI, no tenemos cama que el hospital resuelva. Los pacientes diarios están falleciendo. 病院无备床，医疗人员无够，甲物资无够，互两个国家的真济确诊病人，敢若会当等待救援。对于医疗物资支援，阿根廷的医护人员因为工作的环境甲薪水无好，伫当地27拢到街路抗议，要求改善，增加薪水甲资源丰富装备。同款是拉丁美洲的国家巴西，因为无保持社交距离，伫拼经济比预防疫情更较重要状况下，确诊病人超过41万人。华盛顿大学的研究预估，到8月初，巴西的死亡人数有可能会到125000人，是即卖的5倍。墨西哥是因为民众无信任政府，无愿意挂喙暗防疫，互感染人数增加，死亡人数嘛一直增加，无法度控制住疫情。No tenemos confianza en el gobierno. Entonces ahorita muchos ya hasta quieren hacer a un lado las restricciones del gobierno para salir y hacer su vida normal.
porque me consta, yo estoy en contacto con mucha gente que inclusive no cree en el coronavirus y no están de acuerdo en que paren tantas cosas。联合国嘅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因为疫情嘅期间限制，互人无法度外出做事，严重冲击到民生经济。据讲会有1400万人因为产食可能无物件通食，这比2019年嘅状况严重2倍以上。到时阵恐惊会引发示威活动，要求外界给予更较侪帮助。记者来从整理报道。 接下来，咱来看美国。美国因内部发现验死亡人数，在今透早已经超过10万人。这款的死亡人数等于是英国44天美国伫世界各地战争的战死人数。不过，总统川普到今说是唔肯做任何回应。 新冠病毒疫情重灾区美国死亡人数伫咧当地时间27超过10万，差不多是美国过去44年来伫咧韩战、越战、伊拉克、阿富汗等战争死亡的军人甲俘虏总和。不过对官方的记录，第一件死亡压力到10万，才短短无到4个月时间。美国失去这么多人命，总统川普27登去北京时阵无任何回应，对媒体问题伊只是下手无讲话。不过媒体无放伊线。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就批评，川普领导防疫失当，才会病毒伫咧美国拖这么紧。You don't want to see panic, because there's no reason to be panicked about. But when I mentioned the flu, I said actually I asked the various doctors. I said, is this just like flu? Because people die from the flu. 伫咧重灾区纽约州，寄生者的尸体被做到用病毒来运，当地救护业务也强要到极限，急救人员平均每天通话次数自4000遍增加到强要7000遍，并逐天拢有人因为疫情而死亡。One of the hardest moments was having to see a family member of a COVID patient say goodbye over an iPad rooms away. And it's just hard. You wake up in the morning and like yesterday, and you kind of worry about what news you're going to get. And 疫情大流行也看出美国的阶级种族所造成的不平等问题。根据官方的统计，美国的人口有13.4%是非洲裔。 不过，敢若是到4月中，新冠病毒寄生的人内面就将近60%是非洲裔。CNN 讲，少数民族、老大人更加容易互病毒侵袭，因为白领阶级的白人会当伫咧厝内工作，免有病毒的危险，而就算是无被传染，因为疫情造成的经济冲击，也造成超过3000万美国人生活困难。记者综合报道。 伫咧2019年正月，伫咧加拿大封抓起来的中国华为经济部长孟晚舟，加拿大法院也裁定讲伊有罪，而且日前美国也指控伊早期的部分是继续官司纏身，敢会引导到美国继续来审判呢？值得咱继续关注。 根据美国方面的指控，孟晚舟伫华为科技财部长的任内，想要隐瞒另外一家公司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遭到美国政府以早期罪名通缉。2019年1月，孟晚舟正准备为加拿大温哥华转机，美国政府随即以司法合作的理由，要求加拿大逮捕孟晚舟。加拿大方面也照办，虽然随后孟晚舟得到交保，也毋过有关被限制自己。 即摆孟晚舟辩护律师的诉求是加拿大表示美国压力才会代替美国执行制裁令，以违反制裁令为名逮捕孟晚舟，也毋过为伫温哥华的 BC 省相关法院日期裁定，美国指控的罪名伫加拿大也有可能成立，所以关系孟晚舟敢是涉及早期的审判会当继续进行。One of the good things about having a truly independent justice system is that we don't need to apologize or explain for the decisions taken by our independent justice system. 孟晚舟被抓引起加拿大甲中国的外交紧张，就伫孟晚舟被抓无偌久，中国也先后逮捕2名加拿大公民。这个代志被西方媒体叫做北京当局的人质外交，也就是利用欧美重视人权的心理，表示加拿大伫孟晚舟案件造成让步。当然，27个裁定无代表本案已经确定输赢。后个月另外一场听证主题是加拿大警方当初逮捕孟晚舟的过程，敢有违反法定程序，一直到引渡官司本身将尾定案，规程序也需要几啊年的时间。另外，虽然本案甲5G 通信无直接关系，也毋过若讲案情发展对美国有利，美国就有更较侪理由去说服并帮卖采用华为的相关设备，达到进一步围堵华为的目的。记者综合报道。
今日为副部长陈时中去到新竹慰问前线的防疫人员，新竹市长林志坚就趁机会带陈时中去行大去食物件，也希望带动新竹市的观光旅游。鸭肉、南小动物的酒料、彭广国的鸭香饭、香肠刀，卫生部长陈时中食甲真满足。陈时中礼拜下昼出现伫新竹，为了徛伫第一线修理技能纾困的公务员，新竹市长林志坚借这个机会，先提出新竹特产，并请陈时中帮忙推销，所了带到庙口食当地美食，都是希望救出刺激观光。我要特别带部长去品尝一下我们其他的小吃，除了贡丸米粉以外，我们等一下吃吃看，年轻人来到这里一定要吃的这一个鸭香饭，我想新竹跟台北很近我们可以常常来。陈时中新竹行一个疏疏落来离岛，要去汤圆。汤市长徐文昌表示，除了参观移动式隔离北层，也会带到永安渔港体验客家美食，也有新鲜的海产。也毋过被问到抢先带人一步，请到陈时中，伊强调这是甲部长原本确定的行程。其实我们都喜欢他来，前一个后一个都不要紧。这个因为他原来行程就是要到新屋啦，只是我特别拜托他先到永安渔港，所以不会拦湖。官庙往来配上招牌巷鸭，也有一路避汤，全拢摆上桌。台南市芳楚美食设计阿中自助餐，都是为38日迎接陈时中来。虽然进前市长王美德为了台南市有几啊处观光景点被列为国家警示点，杠上中央，由原特别设计旅游行程路线，以南进北处为原则。第一天晚上是叫做阿中自助餐，第二天的午餐叫做英雄宴，就是各式各样的英雄和这个防疫英雄在一起。陈时中防疫行程一路要到拜六，先是离到教堂园，过登港过到台南，最后31会场中，搁顺道前往台中。市长罗秀燕表示，将安排阿中部长到一种上款替店家加油，也会予伊体验制作珍奶，要将累落来陈时中游玩行程圆满。各地首长小姐邀请，希望借伊的人气为地方观光做一剂强心针。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国内疫情是渐渐稳定啊，疫情指挥中心也按算6月初7要解除封锁，就集团看到机会，当咧做准备，希望有机会把顶半年所失的票房全部搁掠倒回来。因为疫情的影响，故事工厂才伫咧5月初完成国家戏剧院无观众的演出，即马搁继续投入将无用的排练。Hip Hop is taking the lead， 我们要亲自吧。重现90年代歌厅秀的场景，毋过已经渐渐稀微，敢会当伫咧现实当中求生的痛苦甲惊吓，这是故事工厂年度作品再见歌厅秀的剧情，嘛拄好符合疫情期间表演艺术产业所面对的不安。排练这个戏的过程当中，就是不好意思，我们的国家戏剧首演要停了。我唯一的好处就是我省的帮演员做一个角色功课，就是他们的彷徨的心情，完全不用揣摩。我们现在就在这个彷徨的状态，我们戏里戏外刚好跟歌厅秀那些人一样，不知道未来会如何，我不知道能不能撑下去。对国内疫情转好，预计6月初7解封了后，未搁进行人流甲座位的限制，嘛互表演艺术产业有机会甲顶半年失去的票房变倒转来，互艺术工作者嘛拢真期待。行程是早就都安排好了。所以就是如果可以开演的话，其实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是我们并没有办法就第2天票房就马上进来，所以我们还得要撑一段时间。但是它至少它是一个好消息啊，就是说我们可以回到剧场里面，然后可以工作，可以让这些人就是待在这里。从7月开始到年底，我们的档期大概早就已经全满了。上半年取消或受到影响的节目，其实就已经开始在往后移。进场的时候要量体温，然后全程必须要戴口罩。我的期许真的就是大家来报复性消费吧。根据2天的统计，受到疫情影响，到5月初10为止，有300外的团队、400外档的节目，要到951场的演出延期或者是取消，票房比去年同期减超过3亿。2天伊指出，下半年有真侪大咖的团队、经典的节目推出，希望会当促进观众的报复性消费，带动表演艺术产业的恢复。记者综合报道。
南口的中基病院在今表示讲，伫咧武汉肺炎患者的身躯顶有找到会当对抗武汉肺炎病毒的专精原单株抗体，已经确定讲抗体会当影响病毒，甲病毒压落来材料有9成以上，也符合开发做药的条件。未来也会将这项技术转予别人来做开发。中间研究团队为3个新冠病毒患者的细胞内底找到25株抗体，佮筛选出会当阻挡病毒的专精原单株抗体，再来用无共款的免疫方式来做抗体效果的验证，包括免疫荧光的染色、佮综合试验法等等的方式，来证实抗体会当阻挡新型冠状病毒伫咧人体生产，希望会当开发做治疗的药啊。单株抗体目前已经完成了抗体的效能验证，好，那针对武汉株、美国株、欧洲株、埃及株的病毒啊，现在显示都有很好的这个综合效果，那可以抑制病毒哈，它的复制能力哈可以达到90%到98% 左右。中基团队表示，因为抗体是为人体来，安全性会比动物抗体较悬，而且因为是大分子抗体的药物，伫咧人体作用的时间较长，因按算伫咧6月招商，希望吸引国际厂商来投标。另外，因为重症的患者大部分伫咧欧美，希望未来会当有更较侪无共国籍的患者的临床试验。单株抗体会经过一些研发变成药物之后，通常都是在确保它是有效而且是安全的状态之下，它才会进入临床，变成一个抗新冠病毒的药物。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回应，有新的治疗研究是真好的方向，后手研发药物甲上市，都要符合卫福部食品药物管理署相关的程序。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中国的人大会议通过香港版本的国安法，但是总统蔡英文也表示讲，人道救援行动方案会由陆委会来规划。陆委会主委陈明通今仔透早伫立法院表示，行动方案会分做4大关节，包括政府主导陆委会党部会整合、政府加民间的协作以及着便利经费。中国硬杀港版国安法，台湾要安怎提香港？早起去立法会进行专案报告的陆委会主委陈明通讲到，人道救援行动方案3大政策目标，会对香港人来台湾居留、安置甲照护进行完整的规划，而且有4大指导关键，包括政府主导、由陆委会下部会整合、由政府成立的法人机构进行结合民间下部门的公私协力，还有政府编预算投入经费。陈明通强调讲，若是港版国安法实施，会降低香港的高度自治，必须要密切观察，还有评估。60条是提醒北京，高度自治的含金量，因为这个代为立法这样子的，它的含金量就下降了。将来你港府所做出的决策，是你港府基于高度自治做的，还是奉行北京的意志做的？那这个本身对我们国安方方面面有一定的冲击。陈明通指出，港澳条例甲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是无共款，差别就伫咧一个是甲政治有关系，一个甲人民有关系。因为台湾甲香港伫政治上看做第3地，毋过国民党立委陈玉珍伫咧即阵时阵，质疑对去年反送中事件，蔡总统就一直讲要提香港，毋过却无实际作为，认为政府无应该空嘴保鸡。在座的各位还有我们全国的人民都在期待你赶快提出方案。比你想象的晚啊！我不会吗？不会比你想象的晚。我本来期待你今天就会提出来，因为你们在选举之前就想这件事情，我想你们早就做好规划。我对你的期待是如此的深。嘛，因为港版国安法在野党团提案修正港澳条例第18条，毋过陈明通认为讲无需要修法。4个在野党团都提出应用港版国安法声明的版本草案，党团协商的共识会推派代表讨论定稿，会伫咧29早起9点宣读共同声明。而且总统蔡英文甲副总统赖清德嘛拢强调讲台湾爱团结。不管政治上我们是怎么样的主张。但是面对外来的力量，我们都应该要团结。中国通过港版国安法来定草案，感谢欢乐台湾变做后一个香港。去中华参观台语文创意园区的赖清德，相信台湾有这个能力甲决心，会当面对外来的力量。记者综合报道。香港去年发生反送中事件，连带影响香港学生来台湾读册人数。根据海外联合招生委员会的统计，今年包括个人申请加联合分发等等的管道，有3900多人报名，比去年2400多人增加了62%。有人认为讲，这是甲中国要推行香港版本的国安法有关系。
香港去年反送中的抗争拖到学校去，台湾的大学以专案访问、对班来头竞争的方式，斗相共计较学习的部分。虽望今年2月11了后，香港学生因为疫情无法度来台湾，不过9月份新的学年，想要来台湾的香港学生是增加真多。单独招生的话呢，报名人数呢比去年增加了130%。那个人申请呢，也比去年报名人数增加了30%。入学有3个管道，其实分布蛮平均的了。报名第4代个人申请的香港学生，去年185人，今年428人；专案独招去年130人，今年167个人。海外联招会统计嘛指出，去年各管道有2417个香港学生来报名，今年总共有3921个人，增加约62%。可是报名人数多了一些，各校单周的部分是8月1号以后才能够开始上榜嘛。那我知道像国三大学好几个大学现在都还在受理报名啊。2009年对香港来台湾，目前伫咧读研究所的谢栋娥认为讲，港版国安法会互更加侪香港学生，甲台湾立即去留学的优先选项之一。你来台湾其实有什么的目的？因为我觉得不能光是说逃避来台湾念书，念完书了以后。你没有办法工作，没有申请签证什么，你还是回去啊，还是回去面对啊。所以我也会提醒他们这部分上。台湾的学费较低，教学真多元，佮加上这届防疫有成果，提高香港学生来台湾的意愿。因为香港学生联招报名已经结束，部分大学的独招也搁伫咧进行当中，香港学生也搁有机会对各个部研究放连港学生另外录出的进步，是各校招生名额一派的限制。大学部分拢真欢喜看待这件代志，嘛认为讲学校内底的辅助措施，有当提供予香港学生安心读册。记者综合报道。在台湾师范大学的校歌内面有一句讲“中归祖国乐融融”，这句话也引起学生抗议真侪摆。校方昨也召开行政会议达成共识，校歌曲调是未改变，旧歌词也会保留落来，新歌词也开放予大家来投稿。好听的歌曲表示教育同仁甲做老师的责任。第4代校歌传唱真侪档，不过这几年却因为这句歌词，去学生抗议真侪届讲无适合。台湾山川气象雄，重回祖国乐融融。真侪4代学生坦白讲，其实唔捌唱过校歌，嘛无清楚原来有“中归祖国”这句话，不过知影了后，感觉无啥妥当。不离个某学生认为讲无啥感觉。因为祖国感觉是个比较敏感的词汇，这样子。祖国很好啊，每个人都有原本的归属地啊。变成台湾跟中国是同样的国家，就不太好。第4代强调讲，校歌一定是对特定的时空背景来的，无认为讲“中归祖国”的这个字有争议。不过因为时代无同啊，校歌要传承嘛要向前行，才会组成专案小组来处理。而且伫咧行政会议面顶，达成歌曲无改变，新旧歌词做伙存在的共识。就是公开征词，也可能请专家来填词，但是这个形式我们都还没有决定。但是我们大家的共识就是，因为我们不会非常的照进，因为这个是大家的这个情感的一个依附。为创邦以上大的共识做前提，第4代希望2年了后，也就是创校100年进前有新的歌词，到时阵音乐放落，校友要唱旧的，学生要唱新的，嘛拢无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国家人权博物馆出版《原住民族所作的政治受害者高一生狱中家书》的新册发表，记录高一生伫戒严时期去互政府用叛乱的罪名抓去关。这本册内面也写着伊对处理人的思念。国家人权博物馆上希望的是，透过这本册出版，让所有人了解原住民族转型正义的课题。伫手风琴乐声中，台顶歌手以你高路唱出政治受难者高医生伫狱中的心情。国家人权博物馆28举行高医生狱中家书新册发表会，收录作自政治受难者高医生为1952年到1954年伫狱中写予阿里山家人的56张家书，批中写满予家后囝儿的思念。高医生在新进前，欢护后生保存家书。高医生的第2后生高英杰亲自参与翻译，达成父亲的心愿。我要向在天上的父亲说，我们
做到了。翻译的当中，我都会很感动。白色恐怖受难者郭医生伫1950年代成为做精英，积极推广原住民族地，协助部落反抗情绪，遭到当时国民党政府逮捕，以匪谍叛乱罪关伫青岛东路军法处。今年7个月，已经54年后清决。历史学家就弯腰感叹，真侪历史犹原无被互人记着。政治受难者也是反击者蔡坤林感慨，遭受国家暴力的痛苦。抗稿的时候，真的非常的痛苦啊！每一句话都打进这个心里。我站在这样的这个过去那个时代的幸存者之一，我们很难用现阶段这种转型正义的概念来完整的面对原住民面对的历史正义的问题。国家人权博物馆馆长陈俊宏表示，希望透过郭医生各种家书的出版，和国家甲社会大众会当更加深刻面对原住民族伫历史遭受国家暴力、转向正义的课题，呼吁原民会促进会同齐拍拼。记者综合报道。副总统赖清德就任了后，自八是头摆去中华拜访，头一站就去到台基文创意园区，表示伊对台基文的重视。赖清德也表示讲，不管是地方建设、文化深耕，或者是对抗外来力量，大家拢需要团结做伙拍拼。副总统赖清德伫上任了后，28头一遍来到中华，第一站就到台语文创意园区，用实际行动来展现伊对台语文的重视。赖清德也讲，伫中国通过香港版国安法的时阵，台湾保护母语和本土文化行动意义特别重大。特别是伫香港安尼风风雨雨的时阵，咱有机会来照咱的意志。来推动保护咱的母语，这是因为台湾是咱的母亲，台语是咱的母语，因为咱共同拍拼，所以咱保护掉咱的主权，有咱的民主自由。台语文创意园区是伫2018年成立的，当时赖清德担任行政院长，伊大力来促成这座台湾第一个推动台语文化定根的基地。期待伫伊会到用心的这个努力下骹，咱真正家己本土的语言文化，咱的价值会当真正定根。会当保存好势。国民党籍的中华馆长王惠美也陪赖清德来行大中华，展现地主的风度。我刚刚已经讲过了，我有拜托副总统铁路高架化，我们已经送件送上去了，拜托副总统再帮我们 push 一下。赖清德也回应讲，不管是地方建设、文化定根，也是要抵抗外来的力量，拢需要大家团结共同来拍拼。记者综合报道。台铁安算今年底完成南回铁路的电气化，离北已经完成上关键的一站路道梁路段的改线工程。道梁路段是行高架，坐车的时阵就会当欣赏到海景，也值得咱做伙来期待。南回铁路道梁段20倍正式改线改行新高架的铁路甲棚坑，长度有2.7公里，而且避开40年老旧下沉的3个危险棚坑，行车更加安全。这段改线工程也是代替南回铁路电气化，会当伫年底通车的关键。5月份的里程碑是很关键的，那我们一定让后面的架线能够比较顺利，不会说到时候要切换电气化切换的时候又有一段有没有新旧线还要再切换。道梁铁路改线高架了后，靠近南回公路相关管道24公尺，挖到山边修一条大梁。另外一边就是太平洋，台铁施工也考虑旅客看的角度，将电气化电火条法拢改伫山边，让旅客看海无障碍，像伫海上坐火车。火车通过的时候，可以都没有障碍的情况下去看到整个海岸线的景观，还蛮贴心的，也蛮平稳的，而且风景都不错。即马道梁观光车站，游客也有更较长的时间看列车通过铁基路的风景。台铁表示，目前南回铁路电气化工程进度已经达到92%，预计后半年会加速电线铺设，赶伫年底互全台铁基路全部电气化，也更加缩短台东甲高雄的行车时间，上紧只要90分钟。记者综合报道。台湾海岸线顶头的粪扫塑胶粪扫占上侪，伫中华线西就一位民众甲扑筒仔扑球一寡海洋废弃物，变做古水的扑克木，咱做伙来看卖。真大只的卡比兽、龙猫，也有真侪种无同款宝可梦内底的角色，这拢是用无爱滴的扑球，用心结合所做的。这4个
后壁叠盖子。塑胶拖。对，塑胶拖迄种诶，塑胶拖。这只也不好做。除了珍妮龟，也有一只真受大人甲囡仔喜意的喵喵，伊嘛是用济种的海洋笨扫所做的。这球它本身伊足薄的，伊厚度足薄的，你要扫嘛无好扫，而且这个是圆球，这是迄个塑形的，对头尾尖的浮球无共款。这骹是用咱的水管。根据历史和平的统计，调伫咧台湾海岸边的粪扫、塑胶粪扫占上多，过来就是渔业的废弃物，亲像玻璃笼、鱼网啊，也有这种浮球。为着减少海洋污染，中华陕西有一个艺术家，伊叫黄兴文，伊甲塔克当对浮球去，因为后生真爱宝可梦，常常传宝可梦内底角色的图给伊，即阵怎真做是黄兴文创作的主角。陕西肉站到这边足济啊，因为。这种物件拢无得个资源回收啊，一个球彩绘，我觉得那很单调，我就给它做立体的啊，有脚有手，安尼做起来是不是较生动？黄兴文讲，伊为电子产业退休了后，一阵倒来陕西掠鱼仔种田，无烦无恼。有闲的时阵，就踮厝用浮球变成艺术的作品。最近也有人替伊办展览，把这种废弃物艺术品的概念分享给更较侪人。记者综合报道。新竹的香山湿地因为用人工种红树林，想要到拖了真紧，这个红树林也影响到其他的动物生存。好佳在经过清理了后，红树林维持一定的面积，鱼虾水族也拢全部转来啊。沙尾啊，伫咧空旷的蓝地内底行来行去。经过5年多的整理，总算互新竹香山的蓝地恢复过去的光景。最近这几年，红树林伫遮拖了真紧，地势环境改变，这嘛影响到原本住伫遮的沙尾啊，甲一寡鱼啊、虾啊因的生活空间。那原本栖息在这一块地方的，譬如说招潮蟹，它必须挖洞而居住的，在挖洞的过程之中，屡就是挖到这些根系，那造成它没有办法去隐蔽起来，所以这个栖地就不太适合它生长。那第一个它就灭亡，第二个它就迁徙了。市府经过5年外的计划来整理，减少大面积的红树林，目前已经完成分期分区草红树林的工作，未来嘛会甲专区红树林的材啊移除，来维持这的效果。不管是招潮蟹的数量哈，包括鸟类的种类哈，都大幅的增加哈，增加了这个香山湿地的这个生态多样性。那出海口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排水问题也好，也迎刃而解。所以这部分的工作，我们每年都会持续在做。红树林其实没有错，在很多地方都是保护区，包含我们台湾很多地区都是算保护区里面的林子。可是如果过多的话，就像我们吃很多食物吃过多太营养，它会痛风。喝水喝过都会水中毒。同一个时间，为着要推广生态教育，现场也是有保留差不多10公顷的红树林教育区，提供给学校教学来使用，而且后来甲遮的游客除了会当欣赏美丽的风景，嘛会当挖进丰富而且多元的蓝地生态。记者综合报道。英国鹿港是一个无一个重要地，中华县政府伫民国90年，甲鹿港的10基楼登录做历史建筑物，经过20年啊，总算争取到修复经费4500万，按算明年10月会当修复完成。有人分过吹，有人会现啊。英国伫咧中华鹿港镇10基楼，这是地方士绅甲文人定定会来的所在。不过因为10基楼的历史已经超过200年，窗仔门、壁面也有楼梯，拢已经旧啊。中华县政府向文化部申请经费，希望修复这栋历史建筑。嘛是75%是由咱的这个文资局哦，甲咱这个补助3375万，所以总经费拢总4500万来做这个相关的这个整理哦。我相信哦，经过这个修复了以后，咱的有机会来参观这个过去哦，会使讲是地方好野人的伊的这个古宅地。早期徛伫咧遮的人姓陈，陈家拢伫咧遮开商行，加糖、米也有油卖去金门、厦门、加漳州。平常时，陈家也会邀请有社会地位的人来遮弹琴、行棋、作诗、啉酒、画图、插花、看月娘、跋筊、结婚、泡茶，做遮10项代志。
所以好做十基楼。以前鹿港、庆昌这些大家族，他们的里面的建筑构建啊，或者说他们的一些历史故事让大家来了解鹿港的这些过往的风华。中华县政府估计，每年10月份进前10基楼就会修复完成。到时民众若去鹿港的九曲巷仔内金盛巷路段，就会入去参观鹿港英国的风华。记者综合报道。明仔气象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北部地区对23度到31度，中部地区对24度到31度，南部地区对25度到32度。东部地区对23度到30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21度到30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珠姨啦。讲到阮后生新妇啦，拢唔知影拜拜的重要。今仔日我就要来甲大家介绍拜拜。拜拜，汉字写做拜拜，罗马字写做无爱拜，无爱拜，拜第三条。拜拜有伫庙拜。嘛有伫厝拜，不管是伫庙还是伫厝，拢有伊的礼数。若是去庙拜拜，入庙进前爱先洗手面、刷口。刷口就是落嘴的意思，这是对神灵的尊敬。入去庙的时，爱对庙的龙门行；出庙爱为庙的好门行。若行倒表，就会歹结交的欠损。欠损有进去的意思。爹爹，入庙了后，甲敬面摆好势，点香烛，过来先拜天公，用倒手甲香插点天公炉，煞咯，搁照庙里心灵的大事，一位一位拜，拢总拜煞，落尾才烧金，安尼就拜好啊。若是伫厝拜拜，一般拜神明甲祖先拢伫神明厅的红记道拜，拜好兄弟伫门口拜。咱嘛讲拜门口，若是拜地基主，就伫灶骹；拜床母，就伫床头。甲拜拜有关系上意有烧香、有保庇、有食药、有惊气，意思是咧鼓励人。若骨力拍拼，就会有修成好年冬。搁有一句俗语讲抓着神，抓着人，意思是讲，唔管什么代志，袂使干那拢靠心灵帮咱。上要紧的是咱爱好好啊拍拼，有可能唔通伤迷信的意思。例如拜拜、礼数、献送。敬面、红过道，有烧香，有保庇，有食药，有惊气，抓着神，抓着人。大家爱拜嘛爱拼哦！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
是第几台，接落来请收看咱的节目。